均價1200蚊就可以買一間1000尺嘅大豪宅啦。咁呢度咧係位於呢個深中通道落橋點呢個位置嘅，所以你30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翻得到呢個香港飲茶都得噶啦。咁正對住咧就呢個高爾夫球徑啦，呢個景真係靚到冇朋友啊！咁呢個單位咧係精裝修，現有交付嘅，以及係送埋呢個全屋嘅家私電器以及呢個產權車位，所以係做到呢個拎包入住嘅。樓下10分鐘嘅時間咧，咩都有晒噶啦，咩商場啊、supermarket 啊、宵夜街、步行街、遊樂場呢啲全部都有晒嘅，所以你買翻嚟自己住定係度假、退休、養老都完完全全冇問題噶。